你是否曾想過，為什麼中國有個富不過3代的說法？今天我們將一起探索這個歷史的迴圈，以及中國富人為什麼總是充滿焦慮。從明清兩代的徽商、晉商，到民國時期的上海金融世家，許多家族的命運都迅速崩塌。這背後的原因，不僅在於家族內部的分崩離析，更在於制度演進與環境的變化。在中國歷史上，財富的積累常與權力、時勢、政策緊密相連。財富的誕生往往迅速，消亡也同樣劇烈。進入改革開放後，中國誕生了數百萬名高淨值人士與上萬億美元的私人財富，居全球第2。然而，這些財富的穩定性卻遠不如歐美百年家族。這一代企業家多來自市場化初期，掌握政策紅利與產業窗口，但他們少有時間建立財富管理制度。讓我們來看看一個案例：彭先生與他的 S 地產集團。早年，彭先生就開始將部分資金轉移海外，購買境外物業。然而，隨着國內監管趨嚴，外資管控加強，他的動作也被外界解讀為資本外逃。這個案例讓我們看到中國房地產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制度瓶頸。中國富人的焦慮並非來自貪婪，而是源於歷史記憶的深層恐懼。他們知道沒有制度的財富是浮在水上的冰，災後也終將融化。因此，如果你想了解中國的富人為什麼總是如此焦慮，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影片。別忘了點讚、分享和關注，我們的頻道將不斷更新更多精彩內容，和你一起探索財富背後的秘密。謝謝你的收看，下期再見。記得關注我們的頻道，獲取更多最新的內容。